2026年嘅新歌，歌名叫做《信天翁》。多謝林若寧啦，阿 Wiley 幫我寫咗呢份咁好嘅歌詞。其實《信天翁》咧就係講一隻全世界應該係最大一隻鳥類啦，唔排第一都排第二。咁而《信天翁》嘅感覺咧就係通常都好似喺個海上邊咧，喺天空度自由自在咁樣去翱翔嘅。咁好似有一種希望，有一種帶領嘅感覺。咁所以咧，林若寧就用咗《信天翁》嚟到寫我呢首歌。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有自己嘅理想、追求嘅目標，而往往咧都會可能俾自己嘅內心咧抑壓住。咁而呢首歌咧，正正就係想鼓勵大家啦，亦都鼓勵埋我自己嚇。希望咧喺無論喺人生嘅當中遇到好多嘅困難，或者係一啲前面嘅阻攔都好啦，都應該要好信自己，勇往直前，每日都有個新嘅希望、新嘅挑戰。如果大家聽到呢首歌覺得喺你唔開心或者係一個失意嘅當中聽到有少少嘅力量嘅話，我都好開心啦。咁而喺呢個歌詞嘅當中，我最中意一句咧，亦都係成首歌嘅重點啦，就係未斷氣亦搏鬥死過活過。好多時候人都會活喺一啲不自在嘅感覺嘅當中，但係只要你自己唔放棄自己，一直咁堅持落去嘅話咧，死過活過，我覺得呢個先係人生嘅真諦。咁而好得意嘅，喺我啱啱簽咗新嘅唱片公司啦，唱片公司又想我有首新嘅歌。咁當時嘅我係仲未諗到點樣去揾一隻乜嘢嘅歌適合嘅。記得我舊年Big 4嘅演唱會咧，即係我老闆咧就介紹咗隻歌俾我，咁我就做完嗰幾場 show 之後咧，就靜靜地聽呢一首歌。我覺得呢首歌好有力量，好啱我。好多時候我哋揀歌，當唔知道有啲咩方向揀嘅時間，調翻轉頭諗，可能隻歌揀緊我都未定。亦都希望呢首歌引起大家嘅共鳴。Music video 構思就係其實每個人嘅人生咧都會面對好似我一樣或者係你一樣嘅一啲事情，所以咧導演就設計咗3個角色嚟到去代入佢哋嘅角度去點樣睇佢哋嘅人生咧咁樣。我覺得最有意義嘅地方咧就係導演揀咗呢個歌詞當中嘅幾句咧嚟到喺呢個故事裏邊嘅串聯啦，同埋可以話係鼓勵佢哋啦，大家互相咁樣去鼓勵對方嘅一首歌。我覺得我希望出嚟呢個 MV 大家都會中意同埋有共鳴同埋有力量嘅。